亲，咱继续来看这个天气的状况。早起来翻凉冷咯，东北季风的影响，透早上低温，伫个宜兰五吉乡17度。今仔日明仔2天，北部也是安尼湿湿冷冷。若中南部就较无受影响咯，天气相对稳定。拜四开始，锋面会慢慢来离开，北台湾的温度会豆回转来。到拜六要注意的是，菲律宾东边海面的热带系统可能会影响台湾，这个落雨的范围会扩大，北部东半部会落大雨。双十连假结束，下昼落湿雨，天气凉冷。为阵站出来民众，大家拢加读一领袖啊，个人戴帽啊。今仔日上低温出现伫咧宜兰五吉乡17度4，受到东北季风影响，全台湾天气就亲像伫咧出溜龙，继续咧降。今天清晨受到东北季风影响。除了澎湖的低温在22度以外，其他各地的低温都在18、19度。气象局预告，今日到拜五，中部以北较快所在，下昼低温降到19度，别个所在伫咧21到22度，日间暝温差大。15号开始，东北季风变势，温度小可回升到23到29度，不过敢若嘛是会落雨。我们预估今天在基隆北海岸和东北部地区下雨时间还是比较长一些。另外，在桃园以北、花东地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。而至于新竹以南、澎湖、金门、马祖都可以看到阳光，但是中午以后在中南部山区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阵雨。气象局讲，拜六礼拜落雨几率变侪，因为南边海面有热带扰动影响，若为巴士海峡刷过，东部地区就开始落雨。往南海刷顶东，南部民众都要注意大雨，提醒民众若是出国，爱记得早好久，嘛爱记得穿好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